再来关心高雄鼓山发生疑似虐待婴仔的案件，有一个姓王的年某，顶个月开始来照顾5个月大的查甫婴仔，也毋过这个月初10的时阵，这家长煞互人通知讲，这婴仔意识无够清楚，送病院了后才发现伊头壳骨有几位拢锯去，甚至搁内伤出血。检方调查认定这个年某嫌疑重大，已经甲法院申请羁押核准。红个仔身躯顶插讲，互人看着真唔甘。高雄鼓山发生疑似虐待婴仔案件，5个月大婴仔为3月初10开始，日是互姓王的人母照顾。家长捌发现囡仔身躯顶乌青经血，人母讲是婴仔家己受伤。到4月初10，这个婴仔下晡向意识不清楚，送病院。他没有立刻叫救护车，是请妈妈来家里看小孩，这就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了。不愿意叫救护车，所以后来又叫了那个 Uber。妈妈看怎么不是救护车，但是因为无奈没有办法，情急之下也只能赶快将小孩送去医院。婴仔送到高医了后，互人诊断正病的头壳骨折、目睭膜出血、严重脑水肿，高大也伫交互病房治疗。病院怀疑婴仔互人虐待，检方收到通报，随躯提姓王的人母。认王姓被告涉犯刑法重伤害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尚有其他幼儿仍由被告托育中，有反复实施犯罪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后续检察官仍将持续进行调查。根据了解，人母原本照顾3个囡仔，但互人羁押，2个囡仔的家长阁爱另外找人母来顾。毋过有一个家长讲，家己的查某囝已经互人母照顾1冬啊，徛出来替伊讲话。大家也不要急着给他下定论，其实他对我女儿真的非常照顾。对，我女儿刚去的时候也是，就是像那个小弟弟，会一直哭闹，但他都很用心，一直在调整他。因为姓王的人母是有登记的居家托育人员，消费局表示，人母是受过126点钟托育训练的合格人母，无不良的记录。婴仔互伊照顾捌去访视，无发现异常的状况。人母目前否认虐待婴仔，说落来会配合检方调查，若真正有认知，会废掉人母的登记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